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因为北树科金华城甲台地公这3案去互压力攻击。郭文哲是强调讲，甲所有的会议记录甲音档拢传上网，代志就清楚啊。另外有议员佮亚康讲，在北树科咧招标的时，郭文哲本地要互新工征收改标轨行后尾门，加在是互政风处夺落来。民众党表示，这是抹黑、地割倒菜刀。人家是有牌照的估价师，说多少钱？那你们这些没有牌照的议员，你会比那个有国家证照的估价师，而且有议员讲，北树科招标案件倒地，郭文哲对此作出回应。伫这份北树科金华城台地公案件一直互压力伫咧攻击，民众党伫13开始连续3天，将会分别录3支影片直球对决。郭文哲强调，面对着调查态度拢同款。所有会议记录、录音档会当全部拢放在网络顶，因故袂当选择性的公布。把所有的会议记录，包括录音档，全部上网公开，这样来处理。这每天东凑一个西凑一个是怎么回答？议员也在这边提出资料，讲北树科案件成功联手原本是希望改标轨，和成功变会当较好投标。伫迄当阵，前台北市长郭文哲抑个动议，好加在是政府自家动来，才无成功。北市科在第2次招标的时候，星光人寿当时企图的想要叫柯文哲市府改标规，让他们的星光医院能够来投标，差一点就让他得逞，后来是被政风处的科长给挡下。其实，在11月11号跟星光见面那一次，以及109年11月12号拆块地拆开，已经决定是星光了。那你还访了10几家，在110年，还故意把戏做足，我觉得这些厂商真的很可怜。民众党的发言人黄义宣是回应讲，权利金至少要找3间不动产估价师估算，提估结果拢是权利金要向下修正，并且重申唔通随便摕单一事件来抹黑，得个倒菜刀，唔通用摧毁郭文哲来打悬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